来继续来看桃园市的前市长郑文灿，伫110年开1亿2千万落起的阿母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，被指控是违章建筑，因为这个所在是水源保护区。张善政嘛被指控做市长了后，对这栋违建是采取着冷处理的态度。桃园市政府出面来回应，讲当时就是以临时建物的方式，摕到合理的使用权。也毋过，这个争议也未解决，即摆有风声，讲桃园市政府已经允准开始营业，而且开放漏水。厂商是发声明讲，这是不实的消息。丁丁淘汰关山围伫咧边仔，规当看到石门水库抗快水景。这栋大楼是阿母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，4个位啊，有彩绘柜和洗身会所在，含真侪种船艇。原本是希望训练选手。当时发展观光，所方也了讲是违章建筑。这是保护区哦，那是政府盖的啊。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伫咧110年开1亿2千万，起这栋训练大楼，鼓励学校成立备船仔队，推动各船仔等等运动项目。想到这其实是水源保护区，张善政方指控接近市场，这栋训练大楼争议疙瘩也未解决。业者9月中已经发出声明稿，强调桃园市府虽然所发布基地开始营业，嘛开放落水是唔对的消息。基地也未摕到正式落水的允准，活动必须经过桃园市府过手一寸。拍水分数个规定，伫咧水面上活动要提早2礼拜申请，真侪例程甲市府单位对下，市府回应当初是采用临时建物申请，才摕到合理的使用权。每5年就必须要再去申请一次的执照，那我们也会依照临时建筑相关法规去把所有应该要做的检测，然后相关符合法规规定，然后再去申请临时建筑物的证照。市府嘛强调，是为了维护石门水库的水质，才提早进行活动审核。让训练基地当时才当真正上轨道，恐惊爱搁等1阵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